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，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，我是欧来，我是咧木声仔咧笑。我偷偷有只 K K，哦哦，对好啊！即礼拜呢，要来讲的主题呢是即个酒精啦。因为即摆呢，英国呢通过互即个中国的大使馆呢，伫即个伦敦的市中心要起一个我讲袂 mega 爽，embassy，对，嘿，呃有病，所以逐个这是咧西方的自杀，英国的自杀，不要紧，对，我逐感觉应个若是，该，做者亚洲人应该开始啉烧酒哦，对对对，逐个都是啉酒介优秀啊，嘿，对，啊，毋知是毋是 对，Dry January 的关系，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，政府讲要降低酒精检测浓度的标准。嗯哼，系啊，可能是讲逐个诚话拢伫解酒有吧，即摆讲，对，所以即摆你讲诶话，就是人民较袂靠腰。啊，伊改呢，伊改即个浓度呢，就是你啉酒开车本来会当接受诶范围，就是你吐开诶酒精浓度100毫升是35 mg，嗯嘿，你就是你喷出来诶酒精含量35 嗯 mg 是会当接受诶，啊，毋过这样是要改做22 mg，嗯嗯嗯嘿，大家可能感觉会降足济，啊，毋过即个改22 mg 呢，苏格兰伫2014年诶时阵，因着修法改做22 mg 啊，嗯哼，嘿，所以英格兰这是改，只是甲标准统一，啊嘛甲后面诶标准共款，嗯哼哼，嘿。毋过安尼改一定有人会赞同，有人会反对啊。像迄个英国的酒业协会啊，因着反对降低酒精浓度啊，因着讲嗯哼，安尼会互较增加的酒吧生存袂落去。嗯哼哼嘿，哼哼，因为因伫2025年的2月时阵有酒税改制，就是你的酒精浓度无甲8.5%的米路会当减税1.7%，嘿，可能较偏僻的所在，逐个拢啉高酒。嘿，啊22 mg 呢，可能你啉一杯米露，你就袂当搁继续啉嘛。嗯哼哼，嗯，对啊，毋过英国政府会安尼做，是因为要降低路面的事故。哦哦哦因为伫2023年的交通死亡事故当中，有差不多1/6的案件甲啉酒开车有关系。哦，哦，嗯，啊，因的目标就是要伫2035年进前，甲迄个道路死亡甲重伤的事件减少65%。嗯哼，嗯，嗯嗯。啊，除了降低即个酒精浓度以外呢，因阁有其他的规定，像你若是有前科的驾驶啊，你的车就会强制安装一个酒精锁。嗯嗯就是你若嗯你若要开车的时阵，你坐里面嘛，啊，你就要先对迄个酒精锁喷者，嗯，啊，若超过浓度，迄个车就无法度启动。就像咧管囡仔的呢，我甲做好笑，伊嘛会当叫别人来喷啊。对呢吼，对，哎呀，希望因袂听我即集，一下就互你破解诶，真诶啊！啊，70岁以上诶，因会强制视力甲认知诶测试。嗯哼，嘿，啊，因为17岁甲24岁诶少年驾驶占重大事故诶比例受悬，所以因嘛会定性修订可驾照诶规定安尼。嗯嗯嗯嗯嗯嗯，所以其实像英国这看起来大拢做守法诶国家，酒驾其实酒驾其实嘛真严重咧吼。啊，进前咱出去啉酒，毋着因为伊有一个，伊拢会讲会当啉一个 unit，嘿嘿嘿，所以逐个就会啉一个 unit 安尼。啊，其实是，无人知影迄个 unit 是啥货。所以我感觉真好笑诶是，英国伫正月降低酒精浓度诶检测，啊，咱台湾伫点头伫鼓励逐个啉酒。哦，就是之前有一个新闻，
美联社吗？美联社，嘿嘿嘿，就是按正月7号甲2月3号，伊就杀出美如促销的活动，就是吼，逐暗的6点甲10点含时间内，你若去因的门市现场开馆，因指定的美如的话，逐罐会当抵5箍。这我真想袂透呢，我毋知，是安那爱伫遐开啊？我毋知。啊是安那开了，安尼拍这5箍对因有啥物好处啊？因为你甲开了，逐个毋是较歹摕倒去厝诶，会买较少。这我真看无呢，我冇啊是看无。逐个啊，毋过我感觉就是看着台湾人小批咱的个性嘛，我毋知啊。可能逐个摕迄面桶去缀啊，开啊嘛是倒咧面桶，啊再面桶倒来厝诶，哦，啊安尼知毋知啊，毋知，我真正看无即个。这我真正看无，系啊，嘿，根据2025年英国官方消费趋势报告，英国民众伫厝啉酒的消费支出大概我讲话咱大概是274亿英镑。嗯哼，台票呢，你得甲伊乘40，因为我数学无好，你会家己算一下。即个金额呢，毋是即个金额无包括出去食诶，出去啉诶，哼，嘿，所以因有另外定算讲，因去算每一个英国家庭逐当平均酒诶消费是798磅，伫厝是啉469磅，去外口是啉325磅。好，嘿，恁逐个算者。800磅就是32000，哼，一当感觉啉320。嘛无讲足济呢，因为阮进前读册诶时阵，阮班诶同学一礼拜六出去就是100磅安尼。哦，嘛是有影，你来听咱台湾的消费好无？好来听。咱台湾酒的消费金额逐当是200甲221。哦，对，以台差湾40倍就对啊。以台湾的比例来讲，有啉酒的大人差不多有60%甲70%。所以逐当平均的开销是1200甲1600。那才省。毋过台湾即个足少哦，就是进口酒差不多是377亿。好，嘿，哦，就是进口，伊进口甲我头讲的迄200甲220亿，这是分开的计算。哦，所以迄200几亿是台湾家己的酒。嘿，对。啊，哦，嘿。其中 whisky 上济，怪是葡萄酒，就是红酒啊，嘿，怪就是秘鲁，嘿，哦，趣味呢，系英国甲台湾共款，啉上济是秘鲁啊，嘿，英就是国台湾家己出产的，较进口的是，就上就是秘鲁。对。英国第二啉上济是红酒，就是葡萄酒。台湾是 whisky。嘿，第三英国是 Sprite， 就是像迄 cocktail 迄款的。好。台湾则是葡萄酒。我感觉台湾人真正是小 whisky 的。系对啊。因为台湾是全球苏格兰 whisky 出口的第4大市场。好是哦。嘿，我毋知诶。是美国，第2甲3我袂记者，我敢会知咱台湾是第4。毋然呢，佮家己做甲全世界有名。哇哦！叫做小 whisky 诶。系对啊。咱正式来讲，因到底是啉偌济秘鲁？英国人呢，逐当平均是啉逐当的10公升的秘鲁，到底是要啉？我毋知系几亿桶。平均逐礼拜是啉7个派，一个派是568毫升。安尼等下，安尼哪会加起来？7个派就要
特别4公升安尼，伊一当啉10公升。啊，我知啊，伊的10公升是迄个 pure alcohol。啊嘿，嘿嘿嘿嘿嘿，啊！对对对，所以你的七个派是秘鲁，嘿，所以10公升是 pure alcohol，所以你个爱，因为秘鲁的酒精是5%嘛，你搁来加所以甜吧？你爱升20杯，所以是200公升的秘鲁诶，惊倒人。你说话较好，你较好说。啊，台湾呢，就是讲一个平均无受英国调查才详细，啊，毋过3-4公升，这嘛是 pure alcohol。哦哦哦哦，好好。安尼嘛是差2杯呢。我有去查 Wikipedia 吼，伊有一个就是较白啦，就是逐个国家啉秘鲁的药，啊，英国呢，含台湾相比，差不多是台湾的底要3倍，啊，好好好，差不嘿，多。就是2倍外，嘿，对，嘿，啊，迄个英国已经新年有伫啉酒的人，差不多是80%。嗯，啊，以年岁来讲呢，英国18岁甲34岁的少年人啉上少，啊，34岁甲54岁拄好硬伫中央，啊，啉上济是55岁以上。啊，毋过这甲台湾做无共款是台湾，是18岁甲29岁啉上济。哦，嘿，啊，30岁甲49岁伫中，啊，50岁就开始啉酒的比例就开始降低啊。哦，嘿，所以台湾才是有一个问题是，愈少年的啉烧酒的几率变悬，啊比例嘛变悬。啉烧酒就是酗酒啊，人讲的酗酒。哦，嗯好好哼哼哼。好好好好好，啊，毋过我感有我感觉是因为少年人较侪伫走 party 吗？呵，应该对，是，啊，可能想讲，少年一回，就对。爱就嘿，而算且啊较少诶，而且台湾足侪 pub 拢是开甲4-53-4点着啊。对，嘿，啊，伫英国互人想袂到的是，West Midland 就是 Birmingham 甲 Coventry 遮的地区无啉酒的比例是比其他的地区较悬。哦，我知，因为保明很足侪迄个南加州诶，迄个穆斯林咧啉啊！酒，我是讲为什么到底是 Birmingham 无啉啉？哦，原来对，是安尼哦。啊，South East 甲 North England 啉上济。对，啊，Great London 甲 South West 啉上少，因恁的比例就是拢是较符合NHS 的建议啊，就是一礼拜莫超过14个 unit 嘛。嘿，是毋是较有钱诶啉较少，啊，较无钱诶啉较济？嘛是有，因为 South East 甲 North England North England 就是天气足歹啊，逐个应该拢伫啉吧。就是较劳工阶站诶所在啊，对会啉较对对对对济，对。啊，台湾是大社区啉上济，嘉义、婚礼、中华这啉上济安尼。哦，趣味我感呢，觉嘿，啊，感觉另外一个趣味的就是，因为咱英国就是伫讲阶层嘛，对无？嘿，对，嘿，啊，英国咧讲阶层呢，伊就是收入上悬的人啉上济，就是较高 over drinking，就是会超过迄个 NHS 建议的14 unit。好是哦，嘿，啊，毋过因迄较善食遐的，因等到要啉的时阵嘛是较高啉烧酒，啊嘛较高有出问题的对，就是迄有一寡病啊，还是啥物的。好，嘿嘿嘿，啊，台湾嘛是差不多。嗯，我感觉诚趣味，就是你收入较悬，你可能嘛较知影要安怎啉酒吧。哦，嘿，啊，我知影，我感觉英国诶，因为英国诶迄个劳工阶层较有一个迄个 lad culture，就是你需要就有迄个男性诶迄个男性诶迄个气，所以你着爱啉酒啉足凶诶安尼。
因较有迄个嘿，较有迄个文化。哦，对，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英国上贫困的所在，伊的酒精的死亡比上好亚会高出差不多3倍。对啊。啊，毋过上好亚因的啉酒的是比上三者会搁较啉较济安尼。可能因拢有搭迄个酒精贴片。毋过我感觉可能较好亚，因可能嘛较会注重健康，较会去运动，啥物来有可能抵消这。对，可能因本身的健康就有较好一寡。对。对啊，来讲转来即个因为足济伊即届即个政策出来的时阵啊，都有一寡 pub 出来讲安尼落即 pub 就爱倒了了啊。其实因嘛无讲毋对，即几年啊，即个 pub 含一寡小型的较细间的迄个做酒厂，嘛是真正一直咧倒店。毋过我袂感觉会含即个掠即个啉酒塞车有关系，主要是应该是会含即个消费的即个习惯改变有关系。因为对啊，而且啉酒塞车本来就无好，真正是无建议啦。对。我头当毋是讲迄酒业的有来反对嘛？毋过政府就出来讲，伫2014年伊的时阵，苏格兰就甲这改变酒嘛，降价。因嘛是有照因的做法来做，所以因苏格兰嘛无到尾嘛无足济酒吧即款店倒店嘛。所以因有出来讲这。对啊，主要的影响我感觉嘛是含经济有关系啦。对，先来讲英国的即个 pub 是啥物凄惨落魄的状况，就是伫2000年的时阵，英国的即个 pub 差不多有6万外间，到旧年呢剩4.5万，等于少25%。即2档呢，差不多逐档拢会关350、360左右。所以等于你一工就会有一间 pub 关店收门。关店收门，关门收店。而且咧，你逐档关门的即个数量可能会搁再增加，安尼一档就会增加差不多得要6000人无工会。哇，足济呢。对啊，是安那逐个即摆咧一直咧讲，即袂当互即个pub culture，袂当互即个酒吧的即个文化消失的，因为逐个拢知影即个 pub 伫英国其实是足重要的一个历史含即个社交的即个场所啊。英国文化含历史内底有足侪重要的代志，拢伫即个 pub 内底发生的。有的 pub 甚至是像迄个社区中心，也是咱的庙口共款。就是有的人会甲当做因兜的客厅安尼。我之前有去一间 pub 啊，大家真正是穿困衫去啊，就坐伫遐看电视开讲呢。哇！真正是像因兜的客厅共款。够笑的咧。我有一个客户啊，阮派伊去较郊外的所在去找一寡找地主，伊就去遐个 pub， 才问会晓问诶，就问出伊迄个人诶名、电话含住址啊，还有伊诶个性，堪送袂下，堪送冤家，堪送结婚，堪送离婚。伊遐是收骗骗拢无人会当讲话呢。找一个新来的囡仔甲伊讲话就是社区中心啊，内底bartender就是伊的长辈啊。我感觉做成迄装卡的阿嬷。对啊，放上头的。对。你敢知迄个隔壁迄个姓陈的因兜生一个查某囝咧？对，好，讲到即个 pub 呢，伊是遮尔重要，是安那会关门呢？我看几篇即个报道吼，拢讲主要是即个有一个物件叫做 business rate。伊其实有小可像迄 council tax 是一个税。你若是
用税啊，是买一间店面咧做生意，安尼你逐档都爱缴即个 business rate。嘿，啊，除非讲你是有登记诶，即个慈善组织，你才会当毋免。嘿嘿，啊，了伊毋是咧看你收入偌济来抽即个税哦，主要是嘿，看你即个建物伊诶价值偌济来收。靠，对，啊你像咱进前迄个台湾会馆，逐档爱纳3000箍诶即个 business rate。靠，3000箍，对啊，而且咱也无咧趁钱，也无咧对啊，啥，对啊，嘿。啊因为即个 pub 主要拢是伫一寡较市中心啊，是对对对较好诶地段嘛，对，地段。嘿嘿，啊，也是讲即个伊建筑本身可能是高级，也是讲伊空间较阔，安尼嘿，就介贵。对，所以因定定因迄 business 税拢足悬诶。啊，除了即个以外，佫有其他诶税，像迄 VAT 就是营业税嘛，啊无就是嗯，有一个物件叫 beer duty，就是嘛是就是你卖酒诶税就对啊。嗯嗯嗯，虽然讲你有诶会当拍折，啊毋过对即个 pub 来讲嘛是足大诶负担。对啊对啊，有一个讲因一杯4箍诶酒内底1箍著爱先纳互政府，啊哇，了你搁爱请人，你爱付水电，啊嗯搁爱嗯，搁爱厝税啥物有诶无诶，其实对，真正足歹趁诶。啊，搁来嗯就是伊水电费伫即个俄罗斯诶即个战争开始拍了后，就起足济诶嘛。嗯，嘿，啊，搁来伊即个处理即个玻璃酒干仔，你要回收，迄嘛是起价变双倍诶钱。哇，系啊，所以因即5档10档真正是足歹过诶。真正是啊，这是因果慢慢做呢，嘿对，啊，这是支出诶部分嘛。哇，啊，搁来收入诶部分，因为逐个 COVID 了后，消费诶即个习惯开始改变。有对，一篇报道讲，差不多有10%诶人开始改酒，完全无啉。嘿嘿，另外有咧啉诶人，伊啉诶量嘛较少啊。啊无就是因会嗯，早倒去厝诶啉。啊，主要嘛是嗯，因为即个经济无好，酒变贵啊。嘿嘿，我拄来诶时阵，一个派是3箍，即马得要5箍啊！而且嘿，这是即款较俗诶酒，就是像嗯嗯嗯，迄什物 Carlsberg 啊，什物我个诶。嘿，啊，你若手工诶，就起愈凶。嘿，啊你诶即个酒起遮贵，毋过你薪水也无起。啊，嗯逐嗯嗯嗯，概出去会当啉诶即个量就变少啊嘛，因为嗯，钱也无变济啊。嗯哼哼啊，哼哼，了佫有人讲是佫有即个人口老化诶问题，就是你规个群体诶年岁慢慢有啊，有法嗯，度啉诶量嘛减少啊。啊，嘿，啊，伊嗯，伊拄则讲即个消费诶习惯改变，就是比如讲买转去厝诶啉诶人变较济啊，因为安尼较哼哼哼，省嘛。嗯，啊，佫有像进前诶人，可能伊下班无聊，就去 pub 先啉会才讲嘛。对，啊，即摆诶人，尤其是少年人，可能有代志才约，约伫即个 pub 个食饭，嗯，啉一两杯啊，了就走啊，安尼。好，好好好好好嘿。好，啊，根据即个 pub 诶讲法呢，就是因本来就暴利，所以嗯，因成本变悬，啊，因诶计数佫无法度讲调整伤济，因为你诶人客薪水也无变济啊，对毋对？对对对对，所以你生意就歹做啊嘛。嘿，啊，佫再讲迄个 COVID 迄个时阵啊，因有几个月无法度做生意嘛，对不，嘿，对因迄对对，当阵即个现金流就未恢复转来，对，所以伊诶现金有限，就足够倒诶。嘿嘿，嘿嘿，一下就破产嘛。啊是哇，讲毋是破产，啊无就是卖互大酒厂去做啊。嗯嗯嗯嗯嘿，啊后一个冲击到诶，就是即个手工诶秘鲁嗯酒厂。嘿，啊毋过咱等下才来讲即个酒厂诶状况。嗯，你应该有听过人讲，伫讲即马即个卷子拢无要啉酒啊，即个有啊，酒诶即个销量就是落足济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法国有足济酒庄关门啥物货，我有去找一个，其实酒类消费上济年岁，就是你拄则讲诶嘛，就是差不多50-60岁诶人上悬嘛。啊，嘿，愈少年愈少，愈老卵嘛愈少。啊，另外一哦，篇是有咧讲，就是少年人即摆较关心即个社群媒体咧兴啥物，嗯，毋是
无咧兴讲啊，以前做传统是啥物啊，干我屁事啊！伊举诶一个例咧是即个机场啊，就是以早即个少年人要去出去耍，坐飞轮机进前咧，不管你即摆是下早7点、9点，还是11点，就是先来一个派。啊，嘛会去迄款，因若要出去佚佗去啥物 Party Island 迄款，就是你去遐，就是一直 party 一直啉。对，嘿，啊，毋过即摆诶 Gen Z 无咧兴坐啊，即摆欧洲少年人呢，因咧流行啥物健康诶饮料，就是一寡迄个奇奇怪怪色水物件加出来诶果汁，啊，佫有嘿，佫有迄个抹茶，就是抹茶。哦，我食无，嘿，所以即抹摆即个茶食无，嘿，食无哦。就是食毋知影伊到底是兴啥货啊？我满足好食，啊，毋哦，过真诶吗？啊，我因为有一个我家苦苦诶味，我无介意。因为我家己是介意诶，啊，毋过欧洲你也去日本人开诶店，亚洲人开诶店诶才会好食，因为因为大部分诶迄个大部分因遮比如讲啥物 Costa 啥物会泡出来诶抹茶，拢是牛奶诶味，啊，佫有一点点诶茶味，嘿，嘿无错。毋过这毋是咱要讲诶主题，咱要讲诶是即个，就是所以呢，因为即摆少年人咧兴诶，所以呢，因去机场呢，就是点抹茶含果汁，啊，可会翕相吼，啊去旅游呢，嘛是去迄款啥物阿姆斯特丹啊、布达佩斯啊，迄款会当翕风景啊，去 upload 去因诶 Instagram 遐诶所在，嘿，所以因无咧兴迄个 raving party 迄款诶。啊，这是较济应该是啥物 coffee party 迄款诶吧？就是透早10点逐个咧一啊，个对，咖啡店咧啉，嘿，对，对。啊，毋过嘛有研究人员认为讲呢，即个卷子因毋是毋啉，是还未开始啉，因为因即个呢是伫还未出社会，也是拄出社会时阵，就拄着 COVID-19 含即个战争嘛，就是俄罗斯嘿，啊，佫有民生消费危机含气候变迁，所以因伫即个社会含经济相对比较较震动、较无稳定诶时阵，所以因会选择较无风险诶生活，所以因较袂像迄个较早遐诶少年人哦，逐工咧 party overnight 啊，啉足侪酒诶。嘿，因需要去找因的即个 inner peace 吼。啊毋伊意思是讲，因安尼选择，啊毋过有一寡建议，伊可能即摆得要30啊，伊经济较有基础，敢开钱啊，所以伊就会开始啉酒啊。嘿，就是伊毋是毋啉，是还未开始，啊需要互伊一寡时间，慢慢去入去即个文化内底。嘿。啊，其实为统计数字来讲呢，虽然因即个年龄层确实是因酒类诶消费比进前迄几年诶较少，啊，毋过嘛无讲差到足济，无像较早听讲诶迄款啥物山邦式诶即个大佬啦，大概都是堪55岁至65岁即个群体比起来减25%安尼。安尼其实嘛无差足济，因为 Gen Z 这世代诶囡仔嘛较少啊。对，而且其实因 Gen Z 有头几年啊，未18岁还未通啉诶。啊，对，拄则讲着即个手工蜜露酒厂诶数量嘛咧减少嘛。伫2002年诶时阵，英国有公布一个法案，伊互即个较细间诶即个酒厂呢，即个 beer duty 会当拍折，就是因互因迄个税金会当拍折。迄当阵互一寡小酒厂呢，数量为400间冲到1800间。啊，毋过即几冬呢，尤其是 COVID 了后，慢慢开始嘛是有一寡开始倒，啊是无就是无钱破产，然后大厂商买去。啊像2冬前2023年，就有45间诶小酒厂破产。啊，除了嘿啊，除了头前讲诶遐原因，佫有一个较即个 pub 有关系，就是因为pub 嘛是歹过生活嘛，所以就有一寡就是卖互大公司管啊，
啊，遐个大公司就敢若会晓买因家己诶酒啊。对对，啊，所以这细间诶酒厂，伊诶即个通路就变少啊嘛，所嗯以会变做这细间伊会办歹做生意，嗯，对。啊，佫有一寡是红业伫中诶，就是伊诶即个伊做诶酒诶量呢，是已经袂当伊诶水已经袂当拍折啊。啊，毋过伊嘛无大甲会当堪遮诶大公司比。嘿，所以红业伫中有一间，伊就讲伊诶迄落诶收入吧，差不嘿，多是毋知十几万还是偌济，哼哼，啊，毋过伊诶税金着爱占一半，系啊，伊讲伤惨，所以伊讲有一寡酒厂啊，伊若是做甲要做要超过迄落要互扣税，迄个勘站诶时阵，哼哼，因着会规气莫做遐济。哦，对，安尼至好好好，少因会当拍折，嘿。嗯哼哼哼哼哼哼哼，啊无因若超过迄个量，因就开始爱互扣足济扣重税啊，啊，嘿，对。嗯哼，对，啊，所以讲转来讲，即个 pub 要消失啊吼，啊，即个小酒厂嘛拢要死了了啊，哼无哼，无遐严重啊，就是开始咧变少啊啦。嘿嘿，啊，若是我无要啉酒，我想要支持遮个即个 pub 含遮个小酒厂要安怎咧？嘿，其实最近有一个新的流行，就是无酒精的酒，嘿，秘鲁啦、红酒啦、vodka 啥物拢有无酒精的版本。嗯，啊，毋过内底呢，秘鲁袂上好，嘿嘿，嘛含 pub 上有关系，所以咱着来讲即个秘鲁。嘿，伊即个2023年的时阵，伊的即个销量呢，即个嘿，无酒精的秘鲁有到1亿磅。啊，哇，嘿，即马搁爱去哦，原因是因为原底啦，即个技术足贵诶，只嘿，有即个大间诶酒厂才有法度做。啊，嘿嘿，后来有新诶技术慢慢仔出现，所以即马有足侪小酒厂嘛会做诶。嗯，啊，我拄仔生囡仔生了诶时阵，迄当阵 pub 差不多就会点会着啊。嘿嘿，啊，毋过迄当阵敢若迄几款会当选尔，嗯大部分拢是较是德国式诶迄款秘鲁，啊无就嗯是拉格，嘿。嗯哼，啊，毋过即马去有一寡较死行诶店哦，伊甚嘿，至是有迄款 on top，就是迄个为迄个柜台安尼抓出来的，因好嘿哦，做，因为我毋知，我感觉迄较好食，啊，为什么抓出来？我毋知要安怎讲啊，呃，器材甲字出来。地材嘛，真奇怪。生出来，嘿，对。啊，根据统计呢，就是即马86%的 pub 呢，已经有在卖即个无酒精的秘鲁啊。啊有哦，嘿，啊有8%的是 on top，就是我拄哼哼哼，仔讲的会用转出来换算。对啊，咱毋是顶礼拜有去迄个 Cloudwater 嘛，嘿，就是对对，万社上出名的迄间酒厂，伊嗯嗯，现场就有伊家己品牌秘鲁内底就有3至5款是无酒精的通选。嗯嗯对，嗯所以嗯伊即个市场是慢慢愈来愈大，对。因为政府嘛是，你若酒精量无超过偌济话，伊就互你减税啊。政府嘛是有鼓励对啊，遮个酒厂去开发即个无酒精诶。对啊，真正即摆选着真正足济啊，毋连拉嗯，格连 IPA 拢有。嗯哼哼哼哼哼，对啊，啊，其实嗯，对啊，因为我即摆生囝了后，就较无爱啉遐济酒啊，因为即嘿，摆除了是年纪含即摆的胃真正是无法度啉伤济酒，嘿嘿，所以像即款无酒精的秘鲁，尤其是迄较时行遐品牌做出来的，其实拢介好啉。啊，而且啊，伊拢做无共款的啊，所以你逐批拢是无共款，因为伊迄手工秘鲁嘛，所以我嘛是嗯嗯嗯会当共款去享受迄款，就是啉无共款口味的迄款感觉。啊，毋嗯，过我无阁毋酒精安尼，免去对，我毋免烦恼酒精的问题，嗯嗯嗯嗯对啊。嗯嗯，系啊，阮翁将是嘛买足济无酒精诶饮料。毋吼，是饮料，我无酒精诶，秘鲁无酒嘛算是无酒精的酒，对，啊，毋过嘛算是饮料吧，因为伊无酒精啊。哦哦。
对。啊，毋过我毋知啊，我有啉过无酒精的红酒含其他的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迄有一寡味拢怪怪，还是秘鲁上好食，嘿，无酒因为精的秘鲁上好食。我家己，因为我本来无啥咧啉酒诶，啊，我啉迄无酒精诶秘鲁，我感觉甲秘鲁对我来讲是共款诶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我感觉啉袂出来有啥无共，嘿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啉袂出来，对，系啊，听讲佫较袂肥诶，啊，真诶，听讲我无去研究。啊，毋过阮翁有讲，就是秘鲁诶糖是比迄什物 soft drink 诶糖较济较少。哦，较少，哦嘿，哦，因为讲伊若啉迄 soft drink，伊诶喙齿就会怪怪，就是会卡一下，哦哦，毋知什物物件嘿，所以伊足无介意啉汽水即款诶。伊是痛风哦，用伊无错，喙齿咧决定。我感觉伊感觉伊就是细汉诶时阵糖仔甲果汁啉伤济，所以才是伊感觉伊哦，诶喙齿无介好。嗯啊嘛是因为嗯嗯嗯安尼，伊嘛足注重阮诶囡仔诶糖诶量。嗯嗯，嗯，对，这对啊，这着佫讲倒去顶一集啊，对迄个糖问题，对对啊，对对这对，真正是好，对啊，英国诶两个健康诶大问题，一个是酒，一个是迄个是糖。糖，嘿，对对啊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这是有另外一个大问题，是政府的头壳毋知顶啥货。啊，对嗯，对啊，啊，看你无看无。也是啉烧酒较优秀啦，那会是即个结，那会是即个结论啊。啉无酒精的，去啉无酒精的。嗯，对嗯，啊。对啊，啊，毋过我感觉对啊，即马其实 pub 内底愈来愈侪多元诶选择啊，嘛会当嗯，啉咖啡也是茶啊。顶摆咱去迄个一寡咱遮社区诶台湾人，就毋是招出去啉酒嘛。嘿嘿，哦，我真会笑是伫种一间迄个卖 cocktail bar 结果有半桌诶人拢点 hot chocolate。因为天气寒都无想要啉冰的啊，啉好巧克力了，可以当啉茶。对，啊，毋过我感觉真趣味，就是嗯，进前咱咧办迄落台湾日诶时阵啊，嘿嘿咱有一冬，咱着请迄个外口诶 pub 来摆摊，就是嘿因着搬足侪酒入来哦。嘿，结果呢，伊讲卖无100磅呢，哈，来6、7千诶人6、7千诶人啊，卖无100磅诶，大概是毋对啊，是拢走去买迄个珍珠奶茶？对，啊，而且着是真正台湾人无遐兴酒。嗯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台湾人嘛足厉害，因为台湾人有差不多一半拢有，就是伊迄体质就是无法度消化酒精嘛，嗯嗯嘿。嗯，对啊，啊。毋过就是因为另外迄一半会当啉出300几亿个 whisky，啊，搁创造 whisky，我感觉足厉害诶。你敢知影阮兜即马毋是英国，阮兜台湾因兜迄个嗯兜，嗯，阮兜即马差不多有10几支诶 whisky。阮几乎嘛是，系啊，因拢会收迄个什物总统纪念酒即款诶。哦，啊，我嗯，是逐摆转去我就有买一支互阮爸，啊，其实我若无啉，阮爸就袂啉，所以我毋知我是咧买爽啊。你逐冬拢会转去啊？啊，阮爸嘛是伊会收酒，伊就讲哦，后盖迄个厝边咧招啉酒诶时阵会当摕去泡，摕去啉，啊，结果也无哦招啊。哦。对啊，啊，毋过酒就是会一直买，跟我诶册共款，一直看卖赴咧买呢。我感觉最好笑就是阮顶届转去嘛，啊，因为阮嘿，几乎嘛知影阮翁介意啉酒了，伊就传足济，就是阮有专门去迄个卡瓦兰的酒厂，好好好好，啊，伊嘛有买较高级的酒互伊，啊，厝边嘛是知影伊介意啉 whisky，啊，佫有送伊一寡较特别的，伫什物金门妈祖，毋是高粱，是什物？嗯我嘛毋知迄什物酒，反正敢若伫妈祖遐才买会着的酒。嗯哼哼，啊，因为即届迄个顶一
旧年的圣诞节，就是想讲要送大哥因啥物物件嘛，啊我就讲吼，啊无你就摕一支你迄 whisky 去送因啊，伊迄面真是做无真话，你敢知？我讲你摕迄支较俗的迄支啊，爱讲我迄支已经开过啊，我就讲好吧，总无想要摕出来送咯，我甲做笑，对啊，好啦，安尼就差不多安尼啊。即咱正月份咱讲即个健康的议题，对。所以呢，即只就感谢大家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相信，福泰平安。有啊，清芳过节顶青菜，水果青。来对落水溪，参农民徛同齐哦，拢来坐，烧酒来烘茶。落水溪，请人客，写新起的土地。有啊，清芳过节顶青菜。